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学了你至悬的。早起时报扬你的慈爱，黄昏时报扬你的信实，就掠耶稣最欢喜。伊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这是咱三角来唱圣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咱请起立。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会对在咧我的祈祷，望你的我明迎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尊主，心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敬拜。一遍，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祈祷，望你我明迎你的圣殿。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天父上帝，愿献上感谢。第68年来，主耶稣你用慈爱、甲慈悲款待阮。阁留着好的模样，互阮来学习。你阁将祈祷的门拍开，互阮随时会当甲你相结连、相交通。这是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教，你的旨意执行，伫地呢像伫天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叫阮拖入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啊，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上帝话。记载伫弥迦书第53篇，弥迦书第6。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啊！上主兼会欢喜千只，公的羊也是万条，客的油。人啊，你有指示你什么是好？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
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时，咱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的日子，有你的引带看顾，互阮的家庭、工作、行业，甲服侍中拢平安行过每一天。阮无论拄着顺境，也是逆境的时，你拢成做阮的力量，甲及时的帮衬。愿阮常常用感恩的心，算效你的恩典，将一切荣光甲恶乐，拢要归乎你。特别上帝，你使我教会牧者、长职，甲所有的服侍同工甲会友，求你赐予因有气力、有智慧。阁有疼心甲水的信仰，来牧养教会关怀会友，教导甲治理教会各项工作的进行。有因的调和，求主保守因身心灵健康，伫服侍中体会到你的恩典甲喜乐。我们同心合意，希望高庭这个地区。听我的主上帝。求你看顾、保守身躯无爽快的兄弟姊妹，身体无舒适的兄姐，也是有开刀、破病、住院、伫厝疗养，也是行动无方便的兄姐，愿你医治的灵来医治因，减轻因的病痛，收束因平安甲有气力，互因治疗中。甲静养中有助你的陪伴，甲因之地，互因会当通早一日恢复健康。特别上帝，伫7月份有侪兄姐、学生要面对考试的挑战，求你赏赐因有智慧、平安甲健康，互因会安静心内备班，发挥所学的才华来应考。也求你保守放暑假的学生。无论伫出外旅游，还是回乡探亲，也是拍工实习，祝你拢甲因伫地看顾保守，因出入拢平安。也是有伫军中服役的兄姐，也有求你互因有健康的气力，伫训练中执行任务的时，拢有你伫看顾因。特别上帝为了咱伫拜四遭受到7.5的地动时常惨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出入。求主安慰失去亲人甲家园的人，伫世界资源工作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保守因平安，家庭有气力甲圆满。同一天，米克拉风台外围带来强大的暴雨，台湾各地嘛拢咧淹大水。嘛真严重，阁有灾民的死实，求主看顾保守，伫政府大救灾之下，火灾无阁继续扩大，互灾祸的地区通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特别上帝，愿将教会摄影、设备甲漏水的工程的经费，目前欠缺70几万，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丰富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感动阮的兄弟姊妹乐意奉献，互教会的需要通得到补助。愿阮所奉献的一切，拢出自听主的心，互工程顺利完成，互教会有更加好的环境来敬拜你、学罗你，伫服侍中播用你的福音，一切荣光拢归伫你。特别上帝。伫你的祝福中，你教阮三个伫地，你祝福今仔日的敬拜甲侍奉，互阮的心要往你的道，拍开阮的心门，通过科牧师用你的话，连本带利的灾难，伫遮分享甲教导，互阮听甲讲的拢平平受造就。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子名求，阿门。主听。
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启示录8章1节到13节，启示录8章1节到13节。台语汉语本新约289页，289页。开第7个印的时，天年静静约半点钟久。我看见遐个徛伫上帝面前7个天使，阁有7支号头互因，也有一个天使来徛伫祭坛边，摕金香炉，有济香互伊，通参伫正圣道的基祷，伫座位前的金坛顶，香烟甲圣道的基祷对天使的手牵到上帝面前。天使摕迄个香炉，将当年的火滴到满，迄伫地呢，就有雷弹、甲遮个声、甲四呐、甲地动。也7支号头的7个天使就被班要焚。头一个天使焚，就是炮甲火用迄三甲迄伫地呢。第3分的1分烧落去，树木3分的1分烧落去，一切青草也烧落去。第二个天使焚，就亲像火在烧伫大山迄落海，海3分的1分就变做火。海内有的活物3分死1分，船只也3分破1分。第3个天使焚，有大粒星在倒，亲像火把对天坠落来，就对伫江河3分的1分，以及伫遮的水泉，青的名叫做阴沉，3分的1分变做阴沉，人侪因为遮的水来死，因为伊是苦。第4个天使焚，日下分3分7，月3分7，星3分7，一受攻击就地到第3分的1分变做暗，日时3分的1分无光，暝时也是安尼。我去看，就听见一只鹰飞伫天中大声讲，因为基于号头的声，就是3个天使所焚的，徛起地上的人有在的。愿咱照上帝的话来行，来受伊的祝福。或者要来学了上帝耶稣至圣的尊名。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伫透早的时，互咱会当三甲主日伫教会来敬拜伊，也感谢咱有真水的菩萨的圣歌队，提醒咱来到伫上帝面前，是因为耶稣至尊的性命、美妙的救主、荣光的王，愿伊所应允的以马内利，甲咱同在。咱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今自己伫你的面前，要来亲近你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同在，开贴阮的心，互阮会当谦卑来领受，也会当互阮伫你的内面，伫耶稣基督的名的内面得到生活的快乐，帮助阮来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将下暝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亲心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变本加厉的灾难吼，大家看到讲题的时阵，敢有感觉足惊吓的？好，有吼，好，因为人的限制吼，我无法度亲像迄耶稣吼写批吼约翰的迄当时吼，就互大家看到天的异象吼。但是我相信圣神吼，会帮助咱伫咧读上帝的话语的时阵呢，咱常时也会当受到提醒甲警醒，咱的信用遵照主的指示来生活。让我拿一下我的法宝。我撑太久了，因为我都看不到。因为我为了要看清你们的脸面吼，跟看我的糊糊的东西，我只能够2择1吼。那个多变化的角度，我实在不太适应。呵，变本加厉的近视跟那个老花，人生呐、咱也伫照启示录的顺序来讲吼，咱终于吼今仔日要进入到第几个印啊？还好你们都还跟着吼，那不要跟我讲说今天要讲第6印吼或第8印吼，我应该会昏去啊吼，就要请你们回那个线上自己补习了吼。第7个印照你讲嘛，应该甲第1个印到第4个印同款有无？白马什么？夜经红马摕刀，乌马摕枪，回鹕马叫做啥？死！哇，有没有？连我自己都背起来了，非常厉害。所以第7个印要踢开的时阵，进入到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表现的是，静静约落半点钟久。才不过短短的几秒钟而已，但是约翰等了半个小时，你们才等了半秒钟而已。你的心情应该是什么？应该做的还不错啦，有那个效果在。这个静静约落半点钟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有一点像你咧看电影的时阵，头前冰冰冰冰，忽然间咻，安静，进入到一个黑幕里，人伫咧等台上，迄当时静下来之后，人应该咧等台上，因为对迄当时的约翰来讲，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但是对咱来讲，我们就是哇，就每个礼拜牧师不，你可以讲快一点吗？那个我好想看见灾难的全貌吼。没有我们这启示录吼，你可以那个盼望到2027年吼。
会结束的，总有结束，跟四世纪一样，总有结束的那一天。这个静静约略半点钟，它并非空无一物，因为刷下来揭露了一个图像。第7个按一下，刷下来有一个图像是7个天使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摕7支号头，安怎？要创啥？哇！你如果照前面的照头前的顺序来讲，照你讲，即马第7印拍开，我应该看见发生什么代志，对无？但是忽然间转到，第7印居然还在给我领第7号，还在跟我领7个号，这是什么情形？兄弟姐妹的标示。还没让你看见，还没让你看见全貌，还没让你看见全貌。但是这个7个天使摕7支号的时阵，对约翰来讲，以心来，我相信他一定有前面的经验之后，知道哇，大事不妙，至少会有这一个想法吧。大事不妙，前面7个印已经这样，第7个印再来7个号，这个是要逼死谁呀？所以我说。变本加厉的灾难吼，但是有另外一位天使来徛伫祭坛的边啊，吼，徛伫祭坛的边啊，摕金香炉，有侪香互伊，参伫正信道的基督伫座位前的金坛顶吼。我这里有一个图像，一位天使摕安怎金香炉。而且参正信道的基督，所以伫7印拍开了，咱看到7支号吼，你大概心里可以有个预备心啦，差不多就是接下来要很惨了吼，这个没办法了吼，这个无法度啊吼。但是伫这金香炉参到正信道的基督，刷下来要发生什么代志？因为咱头拄已经先有读人，要发生什么代志？昨昏下晡吼，昨昏下晡华语礼拜伫遮领圣餐吼，我嘛伫遮举办一个华语的礼拜吼，我就先讲了这一篇道。兄弟，回应的讲吼，哇，众圣徒的祷告带来了灾难吼，是不是？照今仔日读的经文，照这个顺序，信道的基督带来后面的灾难是这样，对不对？你们是这样读的吗？会突然间少了一个理解哈，你也会变得很可怕。你会以为哇，所以信上帝的人基督就会让别人的人生天翻地覆，对吧？足惊！好，而且绕高一个理解吼，是这个信道的基督吼，这个信道的基督伫天使所旁的迄个香炉的顶面是参在做伙请到上帝面前，所以基督它也不是空穴来风，并非空无一物的内容。基督会当甲香做伙请到上帝面前的时阵，那个祷告你们猜会是什么？然后主啊，即马天气就热啊，阮兜要换一台冷气，求你互我会当顺利。敢是这款的祈祷？敢是？我不会否认，咱平常时信徒平常时会当祈祷，但是我要讲的是，伫遮的祈祷是啥物？伫遮的祈祷是啥物？信徒的祈祷，恁平常时的祈祷是啥？会当甲天使金香炉请到上帝的面前。在这边看到，这个天使将正信道的祈祷后来安怎摕这个香炉内面的火够满的时阵，迄伫倒位？迄伫地面上人的世间，所以就有雷弹甲声，搁声呐甲地动，哇！所以真的是天崩地裂。这个半点钟，
我刚刚说了，它不是空无一物的安静，是为着让信徒的祈祷通得到上帝的接纳甲听见。那他们在祷告什么？对后壁所看到的，咱拢会当有一个真直接的理解。上帝咧审判世间，对无？所以这个信徒的祈祷是咧求啥？求上帝的国甲公义临到啊！兄弟姊妹，这样能够清楚吗？所以你平常时，你当然可以为着你的生活来祈祷，但是常时你嘛唔通袂记哩耶稣提醒咱，大先爱先求啥？上帝的国甲啥？伊的义啊！咱平常时这个祈祷，虽然你不会说，虽然你的祷告不会说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什么旨意临在地，行在地上，如同什么行在天上。但是你们有感觉吗？你的生活怎么样？舞照跳，马照跑，不是吗？上帝国伫倒位？你会不会祷告到无感了？会吗？伫遮互咱看见，记得恩典是白白赐予，但是祷告不会白白浪费。再听一次，恩典是白白赐予，但是祷告不会白白浪费，懂吗？知道吧？因为上帝的确要接纳正信徒的祈祷吼，这个祈祷祈求上帝的公义来临到，这个祈祷互咱知，祷告并不是枉然的。接下来，咱会当看到这个天灾带来到哇，真的是一层又一层的。7印7号，好，我用真紧的方式帮大家整理。第1号，第一个天灾分扫角，毋是分号，就有冰雹、甲火、参、甲火、用火、三参。迄伫地里，我用中文帮你们聚焦吼，有冰雹，有火掺血，然后怎么样？毁灭了地上1/3的地和树，还有青草吼。第2个天灾分就亲像啥？亲像火咧烧的大山迄落海，海1/3就变做火，海内所有的活物死1/3。船只也3分破1分吼，基本上海跟海中的生物还有船只也毁了1/3吼。第3个天灾分有啥？大粒星在倒，亲像火把对天坠落来，就对伫江河1/3的，以及伫遮的水泉，吼，然后水的1/3变做阴沉，苦爱的意思啦吼。人侪侪因为这个水来死，因为伊是苦。第4个天灾分，日月1/3，月1/3，星的1/3受攻击，地到因1/3变做暗，日是1/3，无光暗暝也是安尼。哇，简单来说，整个变本加厉的灾难，比头前迄个第1印到4个印吼，用上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规模变大了吼，规模变大。但是咱伫遮会当看到吼，日月星辰，还有咱平常时生活受的影响哪来哪大吼？日月星辰变暗没有光吼，迄对人来讲，伊可能就甲咧困暗时共款对无？无感觉。但是兄弟姊妹咧想想咧，用2000多档的语言来表达吼，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它就跟电影一样，离我们很远。但是你若换现在你的习惯甲想象来讲吼，你的生活内面有1/3无水无电，你安怎？会特别起笑吧？无水可能还可以当忍，无电我的手机也袂当看。整个那个人性的焦虑感会怎么样？瞬间爆棚吼，瞬间爆表。你敢会当撑过？你敢会扛紧？无电手机啊看无？
赖不能够看 ，FB 不能够滑 ，IG 不能够，其实我也不太会用 IG， 活不活得下去啊？兄弟姐妹，所以伫整个伊所看见，互咱看见的，对因甲好，是1/4的损害到1/3的损害，因较好的概念，就是提高受损害的程度吼。啥人会安尼讲？我相信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吼，在第6章的时阵吼，讲到因的是伊敢若一句话讲，第7节到第8节吼，伊讲地的4分因吼，所以圣经学者真合理来理解讲，它的面积、它的损害、它受损害的程度吼，是变本加厉的提高了吼，变本加厉的提高了。所以就这个画面，我相信对兄弟姐妹来讲吼，我本来很担心说，咱咧讲启示录的时阵吼，你们会不会被疲劳轰炸？你们会被灾难轰炸？啊，逐礼拜拢咧讲灾难，啊，救赎伫倒位咧？会不会疲劳轰炸，轰炸到无感？惊遐一时的，但是一世人就袂惊，对吧？我毋望圣神来提醒咱吼，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在看待上帝的计划甲启示的，因为这的代志，你就会当去想想，约翰伫咧领受这的启示甲上帝的律例的时阵，他的心情如何？所以我相信耶稣咧写这张批吼，互约翰的时阵，也蛮顾虑到伊真做人的时咧领受这的异象，那个震撼感，以及他需要喘口气。所以第7因的一开始，让他喘口气吼，互伊静静半点钟，互伊在正信度的祈祷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咱会当看到第13节讲，我阁看见有一只鹰吼，老鹰的鹰吼，飞伫天中大声讲，因为基牛号头的声就是抑阁有3个天使所要分的。后面还有3只号还没吹吼，地上的人吼，徛起伫地上的人，恁有知好的，有知黑，有知黑啊啦！哇，前面这1到4印已经面积已经够大了吼，啊后壁还阁有还有一只鹰飞在天空，提醒所有的人讲，抑阁有3支号还袂分。恁有知黑啊，有知黑啊，有知黑啊！其实咱伫遮详细看见上帝的审判，但是兄弟姊妹，我嘛毋望圣神帮助咱的心，敢有详细看见上帝咧呼召人及时的悔改啊？你若看见着灾难，敢若会有啥物款的心情？即时若灾难临到伫现在礼拜还袂煞，灾难来到。请问兄弟姊妹，你会有什么反应？啊？逃跑哈？还有什么？还阁有啥？兄弟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灵性。想要我再怎么样担心哈，你们会被灾难疲劳轰炸，我永远要讲哈。面对着灾难，我相信，不管是2000多年的教会，或者是现在的教会，只有一个原则：若无有备办，就唔知影要安怎回应啊，就这么简单。若无有备办，就唔知要安怎面对。兄弟姊妹，上帝在讲伊的计划的时阵，嘛，互咱看见，伊是的确要用公义的审判。来面对这个世间甲人的罪恶，但相信他也让我们领受真理的人看见开了后门，叫恩典的出路啊！但是现在后礼拜下礼拜是我讲到吧？后礼拜咱永远会看见，就算讲已经世界变化到安尼啊！人犹原安怎？
无愿意改变。后礼拜咱来看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人做出不一样的反应跟选择。但是转来到咱今仔日的题目，我要讲，上帝咧审判世间的逐项时，也咧呼召咱紧紧悔改。好，你说他悔改什么？改我的脾气吗？改什么？改我的态度吗？改我的作息吗？是要改什么？所以我就用一句话一直来提醒正教会，要敬畏上帝，认真生活。现在唔单单是认真生活就会使，敬畏上帝，认真生活，爱真做咱的日常啊。所以伫教会，就算讲咱伫理智上知影讲啊。确实一定会有灾难啊！确实上帝啊，一直咧陪伴伊的恩典，咧等待人的悔改甲领受。但是重点是，咱人教会世间敢有行动？若无，我要讲一只真实在，就算讲你已经读过启示录，灾难等下就发生啊！兄弟姊妹，那个时候你再回去圣经里面翻答案，袂赴啊啦。平常时就要做基本功啊！你的信用平常时就要做基本功，因为灾难来时，会当拯救咱人的，是咱安怎敬畏上帝，是这个点。我盼望咱的教会。咱的兄弟姊妹，伫平常时，咱礼拜天的主集，不是只是行礼如仪，爱互咱的敬拜真做真实，因为这款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上帝咧帮助咱，会当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或者是伊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阵，那迄当时咱抑阁活地时。咱通知，咱安怎来面对？若是伫咱人的一生，真正有临终的恩典，无拄着所讲的遮尔大的灾难，咱也爱有即款的信用，通假使后一代甲因讲，阮当无拄着，但是恁来准备好，帮助因继续互上帝。的话语，上帝所呼召的教会，徛在伫伊的审判的中间，这是咱信用的责任，敢毋是咧？你现在或许看不到啊，你说啊，许牧师，你那个牧会有够严格。然后昨天那个早上读经班的时候说，哇，我都还没看见上帝的怒气，都先看见牧师的怒气。我就好，摸摸鼻子，对啊，我凶。没啦，我是。在帮助我自己跟我们所有的众同工，我们把基本功、信仰的基本功、人生的基本功做好、做踏实。面对什么款的环境，面对什么款的兄弟姊妹，面对什么款的问题，你就只有一个态度要回应给上帝而已，就是敬畏上帝，认真生活。用这款的态度来照顾教会，安尼敢不是咧？是吗？好啦，你不一定要同意我啦。这是我无悔甲信用的体会吼。不过你若是有更较好的建议，我嘛欢迎吼，大家会当来甲我分享，或者是指教我嘛无要紧吼。所以伫遮第八章，毋是要叫咱长老教会吼，或者是叫恁吼，敢若剩行兄那点。这个篇章一揭露起来，不是要叫你们怕而已，怕只是一个你人应该要有的反应，但是你信仰的态度应该是要立即敬畏，甚至是平常就要敬畏上帝。惊是正常的，但是敬畏上帝的态度伫倒位？因为是敬畏上帝，通互你知，你通过这的灾难，得到保守甲拯救，敢毋是咧？这敢毋是上帝一直咧甲咱讲的嘛？
所以伫遮是要呼吁教会甲信徒，伫即个多变甲充满挑战的时代，咱平常时在陈平时期，你得来锻炼你的信仰的基础，你内在要有深刻的祈祷，要有信仰的敏感度，去判断咱当时是咧活伫什么款的时代。敢若有安尼，长老教会过去的历史，互咱看去。就算在社会、国家的危难当中，你也知道为什么你要站立得稳。迄不是我靠你家己的个性、脾气甲价值观，迄是我靠你对信用的认识，你才站立得稳。而且，毋茫现行帮咱，当对今仔日开始批判咱家己的信用的基础，毋通。你不要轻忽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敬拜，因为上帝是各真各外的上帝。每一摆，咱的心、咱的敬虔，拢是伊帮助咱塑造咱的生命，坚固咱信仰真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别人无法替你建立的，这个信仰的功课，只有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回答的。所以，真毋茫吼，咱有这款的。看见有这款的常识，伫诗篇46篇第10节，就算讲看到这个惊吓，伊讲恁着爱安静，爱知影我是上帝。那个我是上帝说的哈，不是牧师说的。那我换一个第三视角，讲我们要安静，要知道他是上帝。用这句话爱提醒咱，来准备咱家己。那因为这段经文，我毋茫。现行提醒咱每一个，我们站立在不同的职分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人生体会上面，现行来帮咱来批判咱家己。所以我最后用一段诗吼，我想讲这个极静吼，我跟你们说，那个天上极静半小时吼，很多神学家大概可以写了2-3本厚厚的书吼，但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智慧有限啦。我认为我的智慧有限，不过我伫咧准备的时候，我就随手信手拈来，就一口气写完。我嘛甲大家分享我的灵修甲我的体会，是安尼啦。不好意思，因为本人台语不好，我用中文念啊。上帝来到时间里，他本是永恒，却看世人困在时间里。穷尽在人际泥淖，走不出情感纠葛，达不到人生成就，看不到未来盼望。极静是回声，然后他就来到时间里，陪着人们经历那时刻分秒。沉默是神圣。挣脱、逃出、放下、暂停，带来光。时间因此充满了力量，因为它就在时间里。兄弟姊妹，我唔知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体会甲经历，行到倒一个坎站，但是我相信，人会因为真理，因为看到启示，感觉到惊吓、震撼、惧怕。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上帝嘛伫咱人拄着惊吓的时间的内面，人的快乐也幸福，上帝也会伫人的幸福甲快乐的时间的内面。人的艰苦，上帝上时嘛充满伫陪伴伫人每一个艰苦心的时间的内面。面对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灾害，有当时其实就算讲是信徒，嘛毋知要应啥物，要讲啥物，所以就点点安静。但上帝也伫迄段点点安静的时间的内面，伊伫时间的内面，甲咱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毋茫圣神提醒咱，帮助咱敬畏上帝，认真生活，互咱会当面对外在环境的时，内心甲咱的生命有上安稳的力量。愿上帝来帮助咱。其实我是接下来很想要做那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但我觉得今天讲到的时间蛮快的，用阮我来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好啊，吼，我不会拖你们时间啦。咱有看到今仔日的周报无？还是还袂看？哦，恁若无看，我实在是足感动，因为有侪教会吼，迄牧师开始讲道是兄弟姊妹就开始咧献周报。恁无看，我嘛是足感谢。咱来看小会第一点吼，今年咱有看到这份名单无？有没有看到这一份名单？直视什么？直视候选人对吧？直视候选人的名单对吧？所以今年有特别伫小会的讨论内面吼，有提起到吼，教会提供吼，若无有意愿要参选或者是就任的兄弟姊妹吼，你填一个意向表达书吼，会当来表达吼啊。既然今仔日时间较充足吼，我稍微来说明一下吼，等下咱的书会报告过吼。但是我认为牧会是爱说明的吼，牧会是需要说明的，免得大家就是心里面很多想法吼。意思就是讲伫咱固定教会吼，其实嘛看见对一间教会，咱其实嘛会当看到长老教会，去看到长老教会的样相吼，迄款啦吼。啊，我感觉我真感谢小会的智慧吼，会当共同来讨论伫牧养、伫坚固信徒，或者是邀请同工的这件代志顶面大家很用心吼，小会员真用心尽量在情理法上面吼去兼顾咱兄弟姊妹的感受吼。但是嘛是在这个很缓和的一个表达的里面吼，毋茫讲兄弟你认真思考这段期间刷下来，这4档吼，你敢有比办好势？要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教会、服侍上帝。我感谢小会员吼，愿意提前吼，伫咱选举提前吼，邀请大家来思考这件代志。因为咱长老教会发展到安尼160几档以来吼，我相信无论是伫这间教会或者是其他的教会吼，我自己啦，我不能说全部吼，我有一个地方比较自己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替长老教会小小的感伤吼，因为咱的选举的文化，不管是对团契或者是一直到中间吼，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长子吼，数算出来了后是那种。这个就不是我愿意的，那个我是被选的，有这种经验，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吗？你们还那么多，那就像你今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心里都是这样感受跟这样觉得，其实我跟你们说，我真最长老教会的牧者，我是为这样的教派感到哀伤跟悲哀的。那就表示，其实咱无教好。其他的教派人伤济吼，还是人伤济是好也是歹吼。大家毋忙来服侍教会，来听兄弟姊妹吼，机会是很难求到的。那些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咱长老教会的体制是对兄弟姊妹中间来互相选举跟推荐的。本地应该是对伫咱中间有信用、有态度，阁有安怎有疼心的兄弟姊妹中间选出甘愿付出、努力、牺牲时间的兄弟姊妹。但是这个精神甲提醒，豆豆也无去啊，所以变做咱的同工安怎？我是讲整个长老教会吼，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变成什么样子？兄弟姊妹，我觉得讲出实话是艰苦心的，但是我感谢上帝，咱固定教会这2档外来，咱的长老甲执事，甲咱的正当工，我们没有让这样的一个历史包袱继续阻碍古亭教会，是吧？咱的
党纲跟咱的中职有没有认真？有就说有，没有就告诉牧师说没有。你若真正无看到因认真，请你唔免客气来到办公室，我甲咱的政党纲做伙反省，做伙调整。有就有，没有就说没有。但有，咱来甲人安怎肯定，替人带导，因为这是人用信用、时间、甲伊的性命、甲调我来咧听教会，来咧听上帝。这毋就是咱意爱选出来的党纲嘛，是无？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你不要觉得，如果你填了无意愿吼，我要帮大家诠释一下，无意愿不是因为你袂见，知无？有当时咱就需要谈谈恋爱吼，啊，努力一下工作吼，啊，或者是考一下试，啊，就是安尼一段期间一段期间，但不是这个不是永久都是这样子。你若有比办好势，随时加入服侍的团队。啊，若随时需要照顾生活、照顾父母、照顾家己的人生吼，啊，请你嘛爱伫即个信用的带导内面爱安心吗？对不？那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信仰团体，不是吗？是吧？有人会烦恼讲，无算若有人一个人添，敢有其他的人添？兄弟姊妹，你们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名分而认为应该要当长老、当执事的话，那是我不对。我没有告诉大家，告诉好，没有教好。我毋望咱服侍上帝是出自咱的诚实、甲咱的信用、甲圣神的感动的引传。既然要服侍，咱就认真到底，因为上帝的确教义的信息会报答咱每一个同工。你就要对这位上帝有这款的看去，但是你不要自己心里 always 说啊，我认真服侍吼，牧师必会报答。我先跟你们讲，没有这件事啊哈。是我们的服侍都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亲身来报答咱的服侍，敢会使？会使吼，感谢上帝吼。啊，后一次阮小会嘛会针对长老的部分搁来进一步来提醒吼，因为酒报砍出去了吼，有人来问我讲啊，所以无长老的。我讲别这么说，我们是很小心谨慎的，我们会讨论长老的，好不好？各位，看你自己就好，看你自己预备好要服侍没有，这样就好。请你也伫祈祷中为着教会选出认真负责的好同工，愿上帝来纪念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满满的感谢你，无论阮什么阶段发生什么款的代志，阮有什么款信用的理解，你拢用你永远无变的听，甲你的真理，甲圣神咧帮助阮，恳求你，互阮伫今仔日会看见的内面，互阮知。这个信用，你这位上帝是值得阮挖靠的。你伫每一个时间的内面，所有时间就充满力量；你伫阮的生命的内面，所以阮的生命就充满力量；你伫阮的教会内面，所以阮的教会就充满力量。恳求你坚固阮的信用，帮助阮面对接下来每一天的日子。同心感谢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就是来回应上帝恩典，吼，咱来回应上帝话伫新的诫命，咱做伙三甲来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那些亲像，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头一个。先知的总拳头，愿神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即时，咱来因回应的诗、圣诗，
612首，612首。境遇好歹变化无定，咱请起立。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咱这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永远无离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赏赐，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信仰是伫阮生命当中每时刻拢是无相款的。阿爸上帝，感谢你，互阮经验到每一款无共款的代志，有喜乐，有悲伤，有痛苦，有快乐，慢慢有充满
困难时会当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阿爸上帝，阮搁一届愿意来领受对你来的恩典，甲对你来的信仰，欢迎生命当中会当真正行出合你心意的事工。阿爸上帝，阮搁一届献上阮的一切，愿意会当加做阮的事工来所用，合你的心意，合个人教会伫即个土地顶头徛起的旨意，愿意祈祷奉你的名所求，阿门。请坐。咱报告进前吼，咱由原来今仔有新的，今仔无新的朋友吼，咱即摆来唱平安吼，来行平安礼。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的心来听你心来听你，心的听会，有听的听见，我会用心人来听你。咱左边右边啊，大家挥挥手哈，大家哈。欢喜啊，今仔个看到你哈。来当逐礼拜来看到你上好吼。来，你个来唱一遍来。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来听你，我用主来听你，让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咱即时来报告，要报告的进前，咱游玩要来读今仔日咱的今仔日金句吼。金句记载伫启示录第7章16节到17节，咱做来读先来读台语一遍国语一遍来。伊无过腰，也无过喙焦。日甲一切日未逼着因，因为座位中的羊羔要做因的牧者，带因到活的水泉，搁上帝要对因的目睭擦去因拢总的目屎。7章16节17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不必伤害。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7章16、17节。这是来报告吼，第一个报告是小有讲过，谈到科牧师讲得真清楚吼，就是这个技术的候选人无意愿的迄个参选吼，阮希望大家拢有意愿啦吼，莫讲无意愿啦吼。第二个是第二点承认会注意下礼拜迄个有邀请孙木山医师要来分享迄个达文西的手术的应用吼，咱礼拜煞咱继续留步来参与。第三点是礼拜初有即个公告咱第三季的服侍表7月到9月已经放伫咧招待桌咱有相关的人员咱还是会当去迄个所在来迄个来客吼你若有拄好迄个时间有同拄着，咱会使私底下大家迄个互相小调一下吼调完咧咱会当甲咱的预诊执事甲迄个护士执事因拢咧安排即个刑事的刑事理的迄个安排如果你也无讲的时候，有当名甲你囥落你则无来临时煞无人来服侍牧师拢迄落牧师来代答安尼安尼可能比较无适合那希望呢有问题咱提早提出互即个负责刑事理的人会当会当较好安排咱来为即件代志来代祷。第三呢，教会为着要响应即个环保咱拄后礼拜开始，咱就无要用纸杯咱希望鼓励每一个人拢会当带家己的杯来连咱后壁遐迄个茶柜迄个柜搁足侪位的有
有人搁互人囥甲有位剩甲讲，有人囥圣经啊伫遐，后囥册啊伫遐，后囥啥物即个有人囥水果啊伫遐。哦，安尼想过伫遐养用啊吼，啊希望咯啊囥遐诶人会当吼，今仔日礼拜煞会当甲炸倒去吼，也是囥咧另外一个所在，啊，互咱有一个空间，互咱囥即个杯啊吼，啊，咱诶纸杯啊是要互咱诶来宾，若是讲临时无迄个吼，来宾若是讲人客会当互因使用，啊，咱尽量无抓诶人就用公杯嘛会使吼。啊，迄个团契消息啊，就迄个7月11日有青年团契有要来。聚会吼，7月11。啊，第二项，迄个查经班也要调整吼，本来是下晡，才要调整拜二下早啊10点吼，要来查经吼。第三，妇女团契7月18有安排迄个要做点心的吼，迄个讲师有咱有苏琴一个刘老师吼，刘毅老师伊要来教大家来做点心吼，材料费吼一人100。哦，咱希望伫7月12进前完成报名，因为伊搁爱准备一寡材料，你也无报名临时来，你就伫边仔乒乓尔吼，你就无法通做。所以咧，咱会当会当提早报名，伫7月12会当来报名，互人会当准备这个材料。以上报告公道，咱交柯牧师。看我甲张乐就是搭配的这么好吼，咱牧师头拄仔咧讲选举讲到遮严肃吼，人个张乐吼就是有智慧，讲大家拢是有意愿的对无？感谢小张乐吼，所以这叫做合作愉快，知道吗？好啦，我们还是很有平安啦吼。即个我相信大家这2冬以来感受到咱高点教会，我们有挫败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成长的时候，对吧？这就是因为咱继续斗阵做伙咱就互彼此一个成长，找到伙伴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吼。而且来补充另外一件代志吼，兄弟姊妹，顶礼拜的68周年的感恩礼拜到活动吼，大家参与了安怎？唉，你们这样子吼，人家这样就很不想要担任同工，你们知道吗？还是就无亲像迄小张安尼讲，有甲人鼓励着。若好，咱就爱讲感谢主，真好，安尼好无？好，然后正当刚吼，我们动用那个千军万马的长子呢。那个当刚吼，就伫外口吼设计一个真水的教会历史有无？好我们也不是很死板的教会吼，面顶拢有迄小贴纸有无？请你唔通客气吼，将你伫信用的路站吼，或者是伫固定教会的故事吼，请你唔免客气吼，会当教会兄弟姊妹分享吼，你哪个年份来的哪个年份结婚的分手就不用写了，知道吗？好，哪一年分手就不要写了，我们留下一些幸福快乐事。好啦，但你如果很想要写的话，我看到我一定会为你守望祷告，好不好？好，还佫有或者是生囡仔也是讲伫固定教会有什么时阵来什么时阵洗礼亲像咱顶一次68周年的迄个影片吼，义峰兄周间来时阵吼，就咧甲我咧开讲吼，伊记得很清楚，伊讲。迄张相片就是伊，我讲哇，安尼，义峰兄你敢有会记得你是倒一当洗礼？伊讲1977年，阮就随登去现迄个回接资料吼，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就是1977年12月25号。我就讲义峰兄，这你实在有够厉害，我将你洗礼的时间我把你写起来，安尼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信仰的故事生命的故事留落来。为着咱的70周年来做水果好的备班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无论阮性命是徛起伫什么款的年岁，总是阮伫教会的历史内面，甲教会的生日内面，阮看见你的恩典满满。你透过教会，
帮助阮来认捌真理，互阮经历着兄弟姊妹的疼，互阮知影什么是你的信息甲阻碍。主，阮献上满满感谢。总是你交托互阮固定教会，阁有照顾国家社会的责任。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因为阮实在无够硬。但是主，阮知你呼召阮，不是要叫我们单打独斗。你组织阮诚做一体，或者是诚做同工，是因为你要甲阮三角同在，你要互阮搁较侪去经历着你伫阮的生命的内面，伫阮的服侍的关系的内面，伫阮会当互相欢喜、互相赦免的内面。主，阮恳求你，互阮有信用的眼光，互阮有信心，互阮会当专心依靠上帝你。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你做我们的上帝。求你持续指引我们每一天的道路。为了教会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你的安慰，仰望你的医治甲怜悯，也求你坚固阮兄弟姊妹的家庭。我也要特别为着阮伫家庭中，甲囝儿逝世，甲阮的另一半，或者是甲阮的亲友的关系，主啊，有一些我们无法原谅的，求你赦免，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释怀，就在你的平安里。主啊，有一些我们说不出口的爱，求你给我们力量和恩典，因为这个爱是来自于你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珍惜时间，不要永远都是到来不及的时候我们才后悔。所以恳求你将疼的气来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帮助阮修复我们家庭关系，修复我们在生命中所需要的爱。为了教会徛起伫这个社区，徛起伫这个国家，仰望主你的旨，愿你的国、你的义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智慧甲气来知通安怎照顾教会、照顾阮的国家。愿一切荣光归伫你，愿平安充满伫阮的中间。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同心来吟落尾的圣诗，请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是正，赞我当日遵循你改变，互我的黑暗中。要敬畏上帝，认真生活，这是上帝亲身教示咱的。唔免惊吓外口的环境安怎变化，因为你所敬畏的迄位上帝，的确要指示你头前的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来结束。
愿上帝赐福咱大家。